美国9日动用2项国内法处理全球关注已久的东突厥散维吾尔人人权遭打压问题，首度点名当地4名中国共产党官员及其直属家属禁止入内，并冻结其在美国资产互动。中国政府10日跟进报复，宣布对美相关机构、个人采取对等措施。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礼坚10日谴责美方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宣布中方决定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措施，呼吁美方立刻收回所有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如果美方执意妄为，中方必将坚决回击。另一方面，流亡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宣布欢迎美国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决定，并督促欧盟和其他国家做出类似的决定。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强迫拘留与世界上最大的时装公司的供应链联系起来，一项新的运动正在向品牌施加压力，要求其终止与强迫劳动有关的工厂的联系。运动服公司拉克斯特和阿迪达斯已同意禁止与强迫劳动工厂的联系。拉克斯特成为继阿迪达斯之后的第2个品牌，同意停止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所有活动。这与最近曝光维吾尔族劳工的报告有关。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报告的重点是，维吾尔族被大规模拘留的受害者从东突厥散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这些工厂是这些大型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一部分。该运动由欧盟议会议员拉佩尔发起，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3月份的报告，召集了83家直接或间接受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公司。土耳其执政党政法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投票否决了由好党向议会提交的调查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镇压和破坏的建议。共和人民党内部委员会委员、土耳其议员埃尔辛艾丁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有关调查维吾尔人局势的建议遭到拒绝。艾丁说，调查遭受中国镇压的维吾尔人问题的建议刚刚被政法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投票否决。那些千方百计谈论破坏的人仍然在旁观维吾尔人的局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周四警告称，自今年6月以来，哈萨克斯坦的肺炎病例激增，并出现了不明肺炎，该病致死率远高于武汉肺炎。中国大使馆在一份公开的声明稿中说，今年上半年哈肺炎共导致1772人死亡，仅6月就有628人死亡，其中也包括中国公民。中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表示，希望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公民注意相关情况，确实提高防范意识，降低感染风险。不过，哈萨克斯坦卫生部周五对此给予否认，表示这一说法与现实不符。根据编码，当肺部显示出现膜玻璃阴影症状时，临床和流行病学诊断都会判定为武汉病毒。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10日作出裁决，取消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博物馆地位，将其改为清真寺。根据1934年的内阁决议，结束圣索菲亚长达481年作为清真寺的用途，使它从隔年起成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法院针对攸关世界遗产圣索菲亚定位做出重大裁定后几个小时就签署命令，使此一历史建筑从博物馆恢复成清真寺。埃尔多安于10日晚间在电视直播的全国演说中宣布，圣索菲亚的主管机关从文化旅游部改为宗教事务局。圣索菲亚清真寺于24日开放信众进行举玛日祈祷。他说，就像其他清真寺一样，圣索菲亚大门为所有人敞开，包括对土耳其公民和观光客。埃尔多安另外称，清真寺将免费开放。